第四樣嘢啦，最重要咧就要識得去自我介紹啦，要勇於去介紹推廣自己呢個人係啦，因為咧坊間咧其實占卜靈性工具咧林林總總，實在太多啦，五花八門。咁但係咧，其實作為一個諮詢者或者問卜者，好似我自己以前都曾經做過問卜者同埋諮詢者啦。咁我係基於啲乜嘢去揀呢？其實我唔係基於嗰個服務，因為服務太多，反而咧係基於我到底嗰一位，例如塔羅師啊，或者靈性導師啊、靈性工作者啊，佢俾我個感覺感受係點樣呢？咁我認為其實主動去介紹自我介紹咧，都係非常重要嘅一樣嘢嚟。OK，好啦，去到第五樣啦，我認為最重要咧就係保持自己嘅真誠啦，係啦，因為其實喺靈性角度，你會發現有坊間林林總總太多唔同嘅一啲人啦，都想加入呢個行業咧，能夠令到更加多人可以得到指引啦。咁我覺得其實呢個現象係非常好嘅，但係點解佢會去揾你呢？除咗係 buy 你個人之外呢，咁我認為真誠亦都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嚟嘅。